即马这少囝化的现象，互真侪医学生呢是无愿意留伫咧儿科，就连台大病院呢嘛来开出14个儿科医师的课。即马为着要来增加社会对儿科医疗的这个理解，台大病院是来拍一支儿童医疗的底片，鼓励少年医生加入儿科。 台大病院小儿科医生护士透早就开始替囡仔治疗，因的专业互父母真放心。有一位病友福宝的妈妈分享，当初囡仔生出来无到500公克，真烦恼囡仔的大脑发育够安全，也烦恼讲囡仔敢会当平安大汉。 就整个很慌乱，觉得说，一来他的周数很小，可能存活率很低；那再来就是他的体重很轻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养他。家在伫台大儿科的照护之下，现在囡仔2岁多，活跳跳，做体操运动也真有班。 比可乐稍微大罐一点点的一个小朋友，长到现在其实已经就是2岁多了，就是我很感谢他长得这么好。因为少子化，真侪医生转去别科，特别是气科、医学美容，就连台大病院的儿科也欠医生，有14个课。 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归到当时读医学系，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这几年一直在讲，就说，我们不要去批评所谓的直美，因为他们没有选择，所以他们才会去进行直美。我们应该创造更多儿童那年轻医师可以走的一个道路。台大儿童病院的院长表示，过7、8天就有一批新的医生退休，到时真正需要真侪少年医生来接手，所以才会想着讲要推出第一期的医疗底片，只有儿科才有的风景，记录新生儿病房到当前儿童照护的场景，希望加深社会对儿科医疗的理解和支持，也鼓励医学生投入第一线，做伙守护囡仔的健康。记者陈阿选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